第四個重點咧就係及早輸出，及早輸出，即係唔好等咗學識咗先講嘅意思。我覺得呢一點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好緊要嘅。咁好多人會諗咧就係、都係等我學好咗先講啦。跟住之後咧，結果啦就過咗幾個月啦、半年啦、跟住1年啦咁。個語言咧唔係你準備好先至可以開始去講咯。亦都唔需要話你一開始要學識講長篇大論。其實最有效嘅 output 咧，好多時就係一啲嘅短嘅句子啦。譬如可能我今日好忙嘅，所以我話 Isoka this， 其實短短一句已經 OK 啦。只要你有開始去輸出嘅時候，你就發覺自己邊一度唔識啦，邊度棘住啦，我邊度講得唔順。5個重點啦，就係呢一個嘅穩定頻率，即係與其一個星期可能學3個鐘，咁不如可能你每日花20至30分鐘嘅時間去學，因為你每日學嘅時候咧，就可以令到你嘅大腦記得我有接觸呢個語言。咁所以真正進步得快嘅人咧，可能未必係學最耐嘅人，而係最穩定嘅人。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咗每日用 WhatsApp 去學日文呢一個嘅方法啦。咁你就好容易可以做到就係因為你每日都接觸 WhatsApp 嘛，咁你每日都接觸睇一啲短片啦，跟住溫習一下啦，回憶一下啦，同埋輸出一下，咁樣樣咧，呢個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個嘅有效嘅學習方法嘅呢5大點啦。咁就可以融貫翻呢5大學習語言嗰個嘅有效嘅方法。